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願天父嘅慈愛、基督嘅聖寵、聖神嘅恩賜與你們同在。我哋咧今晚慶祝呢一個嘅天上嘅母王我哋嘅天上嘅媽媽呢一個嘅瞻禮，最教之佑嘅瞻禮，係包神父咧教自己嘅神子，教自己嘅學生恭敬聖母。我哋諗下一個小朋友佢最開心同埋咧最平安係咩時刻咧？就係媽咪咧同佢喺埋一齊。我哋相信咧，我哋人生嘅路程事實上就需要媽媽嘅陪伴。耶穌咧喺十字架上話：看你的母親。耶穌咧俾咗我哋一份咧好大嘅禮物，就係呢個天上嘅媽媽。有媽媽喺度咧，我哋可以平安，我哋可以放心。我哋咧繼續我哋人生嘅道路。而家我哋大家認罪，虔誠咁樣舉行聖祭。我向全能的天主承認我是我在我重罪，為是兩情終身聽聖母瑪利亞，指示聖人和與我弟姊妹，為我祈求上主可憐的天主。願全能的天主垂憐我們，赦免我們的罪，使我們得到永生。
上主我們的天主，你使榮福童貞瑪利亞成為信任的慈母和助佑，求你因他的轉求，以你的聖神鞏固教會，使他能以智慧及愛情去征服所有的考驗和參與基督的勝利，直到永遠。他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聽從恭讀默示錄。那時，天上出現了一個大異兆，有一個女人身披太陽，腳踏月亮，頭戴12顆星的榮冠。隨着天上又出現了另一個異兆，有一條火紅的大龍，有7個頭、10隻角。以後天上就發生了戰爭，厄尼爾和他的天使一同與那龍交戰，那龍也和他的使者一起應戰，但他們敵不住，在天上誰再也沒有他們的地方了。於是那大龍被摔了下來，他就是那遠古的蛇，號稱魔鬼或撒旦的，那欺騙了全世界的，被摔到地上，他的使者也同他一起被摔了下來。那時，我聽見天上有大聲音說：如今我們的天主獲得了勝利、權能和國度，也顯示了他基督的權柄，因為那日夜在我們的天主前控告我們弟兄的控告者已被摔下來了。他們賴羔羊的血和他們作證的話，得勝了那條路，因為他們情願犧牲自己的性命死了。為此，高天和住在那裏的，你們歡樂吧！那條龍便對女人大發憤怒，遂去與他其餘的後裔，即那些遵行天主的誡命且為耶穌作證的人交戰。上主的話。讓我們以喜樂的歌聲頌揚上主。上主，全能的天主，你的功行偉大奇妙，萬民的君王，你的道路公平正直。誰敢不敢敬畏你？上主，誰敢光榮你的名號？因為只有你是聖善的。萬民都要前來崇拜你，因為你正義的判斷已彰顯明教主。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加拉達人書。弟兄們，時期一滿，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兒子來，生於女人，生於法律之下，為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贖出來，使我們獲得義子的地位。為證實你們確實是天主的子女，天主派遣了自己兒子的聖神到我們心內喊說：阿爸，父啊！所以你已不再是奴隸，而是兒子了。如果是兒子，賴天主的恩寵，也成了承繼人。上主的話。
請起立，鞠躬前歡呼。第三天，在加利納亞迦納有婚宴，耶穌的母親也在那裏。耶穌和他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婚宴，酒不夠了。耶穌的母親向他說：他們沒有酒了。耶穌回答說：女人，這於我和你有什麼關係？我的時刻尚未來到。他的母親不服亦說：他無論吩咐你們什麼，你們就作什麼。在那裏放着6口石缸，是為猶太人的取潔禮用的，每口可容納2、3碗水。耶穌向僕役說：你們把缸灌滿水吧。他們就灌滿了，直到缸口。然後耶穌給他們說：現在你們舀出來，送給司席。他們便送去了。司席一嘗，已變成酒的水，並不知是從哪裏來的。舀水的僕役卻知道。司席便叫了失望來，向他說：人人都先擺上好酒，當客人都喝透了，才擺上次等的。你卻把好酒保留到現在。這是耶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蹟，是在加利納亞迦納行的。他顯示了自己的光榮，他的門徒就順從了他。之後，他和他的母親、弟兄及門徒下到葛法翁，在那裏住了不多幾天。上主的話。女人，這於我和你有什麼關係？耶穌嘅意思咧，好令人詫異啊！這於我和你有什麼關係？
好似話佢哋冇走，咪冇走咯。點解要為佢哋擔心呢？或者點解佢哋自己唔問我呢？唔同我傾下呢？有好多呢啲嘅問題喺呢個嘅場合呢，係睇到一位媽媽佢嘅角色，媽媽佢嘅心呢係點樣睇真咗呢個嘅福音，尤其是呢一段嘅福音，加分嘅福音。呢個約翰呢寫咗2次耶穌的母親，2次咁多第一次呢話耶穌嘅母親喺嗰度，第二次呢話耶穌嘅母親向佢講，他們沒有走了，2次咁多提到呢個嘅母親，而且呢唔係其他嘅母親，係耶穌嘅媽媽，耶穌嘅母親。耶穌呢喺十字架上高都叫我哋話睇你嘅母親，對瑪利亞話看你嘅兒子係一個人呢係真係需要媽媽，媽媽喺嗰度呢平安所以呢，約翰宗徒話耶穌的母親在哪裏？表示咩呢？表示咧媽媽咧喺度，媽媽咧喺呢個嘅家婚宴呢一度，乜嘢事咧唔使怕，媽媽咧會照顧。而且咧都提到話，耶穌的母親向他說：他們沒有走了。媽媽咧開聲咧要求，都要俾翻幾分嘅薄面媽媽嘅説話。瑪利亞咧就係咁樣，佢冇答耶穌嘅問題。女人，你這於我和你有什麼關係？瑪利亞都唔需要答呢個嘅問題佢直情咧對啲事話：他無論吩咐你什麼，你哋就做什麼。佢好有信心對自己嘅仔，對耶穌咧非常有信心。瑪利亞點解咁大信心呢？同埋咧要求咧，因為冇嘢能夠敵得住媽媽呢個嘅關心，媽媽呢一份嘅心意佢參加呢個迦拿婚宴，佢唔係咧去嗰度咧嘻哈講笑都係嘅，應該耶穌聖母咧都會講下笑同埋打下招呼但係咧，瑪利亞嗰個嘅關心人嘅心咧，永遠喺度尤其是關心自己嘅仔女你睇下婚宴裏邊個主角係咩咧？就係嗰2個年青人新郎同埋新娘。有冇人關心啲年青人咧？聖母咧就關心啲年青人他們沒有走了，好可能呢2個年青人根本唔知道自己唔夠走但係咧，媽媽咧會關心到他們沒有走了。聖母咧時常關心啲年青人關心自己嘅仔女。佢咧有咁大嘅信心，點解咧？耶穌臨在耶穌喺度，有咩嘢咧？需要咪求耶穌咯。耶穌嘅臨在就係瑪利亞嘅信心。聖母咧睇到耶穌喺度，佢知道有希望。有咩事咧？耶穌咧會搞得掂。耶穌有能力將絕望變成希望。聖母咧永遠對自己嘅仔耶穌咧有呢一份嘅信德。他無論吩咐你們什麼，你們就做什麼。佢絕對相信耶穌嘅説話，相信耶穌有呢份嘅能力，化絕望為希望。呢份嘅信德咧，
神耶穌解答咗自己嘅問題：女人，這於我和你有什麼關係？冇關係，但係咧聖母嘅要求咁就變成咧有關係。點解咧？係聖母嘅説話，聖母嘅要求，咁使到咧奇蹟咧係出現啦。有一次有個家庭咧去郊外咧嚟去燒烤，去邊度咧？去個湖邊咁媽咪咧喺度燒咗烤啦，準備晚餐啦。咁有個仔仔小朋友咁媽咪喺度煮嘢食自己咧就落到湖嗰度咧去游水而且帶上啲嘅潛望鏡咁樣咧去浮潛嗰個湖面嗰度咧去游小朋友咧佢冇發覺到附近咧有條嘅鱷魚個鱷魚咧正咧係游埋去個小朋友嗰度。媽媽咧煮下嘢一諗條鱷魚咧游緊佢嘅小朋友，乜都唔理啦，掟低晒，衝去個湖嗰度就係呢個時候咧，個鱷魚咧打咗個小朋友媽媽咧一個箭步撲埋去咧，捉住自己嘅小朋友，乜都唔理，要搶同嗰條鱷魚咧鬥力。媽媽咧就係咁樣，媽媽偉大到咧就係唔理自己嘅安全，淨係顧住個仔嘅啫。由於呢份嘅專注力同埋呢份嘅勇氣咧，個力量咧係大過嗰條鱷魚最後鱷魚咧放棄啦，佢又救咗自己個仔媽媽咧嘅愛咧就係有呢份嘅力量女人，這於我和你有什麼關係？聖母身為母親，佢嘅愛咧就係解答咗呢一個嘅問題。喺十字架上高，耶穌咧吩咐佢睇你嘅兒子，即係呢個説話咧，聖母咧永遠咧係照顧自己嘅仔女，直至到今時今日瑪利亞咧必定能夠咧將我哋從魔鬼嘅口裏邊咧救翻出嚟。女人，這於我和你有什麼關係？嗰個關係咧就係耶穌呢個嘅説話。看你嘅兒子，看你嘅母親。我信唯一的天主，我又有益無益，都是他所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穌基督，天主父神子，他在世之前有聖母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呢一個嘅恩寵。請為世界各地的教會祈禱，藉着安慰之神的臨在，求主使教會活出他所宣告的福音。為此，我們同聲祈禱。請為世界和平祈禱，求主使世界各國克服各種形式的分裂，尊重不同文化，維護人類大家庭的基本價值。為此，我們同聲祈禱。請為慈幼家庭祈禱，求主使我們每天重新對進教之佑聖母的敬禮，常能找到動力去繼續完成在教會及社會中的使命。為此，我們同聲祈禱。請為那些致力為年長、受苦及邊緣人士工作者祈禱，求主藉着瑪利亞的榜樣，使他們成為基督關愛弟兄的標記。為此，我們同聲祈禱。求主使他們能以納匝肋聖家的楷模，明智地教導兒女們，在智慧和身量上漸漸地增長。為此，我們同聲祈禱。求主使我們能效法聖母瑪利亞，在信德上恒心，在望德中堅忍，及在愛德中關懷弱小。為此，我們同聲祈禱。瑪利亞參與你聖子嘅救世工程，藉住佢嘅轉禱，祈求你俯聽你兒女們向你所作嘅禱告，使到我哋順從聖神，喺每日嘅生活之中，忠順於福音嘅教導。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請求奉獻為讓我哋一同詠唱求主悅納。
各位兄弟姊妹，請你們祈禱，望全能的天主聖父收納我和你們共同奉獻的聖祭。上主，請接納你的信友，在至聖童貞瑪利亞信友之助佑的慶日上，呈獻給你的祈禱和犧牲，求你因他的轉求，使我們能在信德、望德和愛德上成長，更能肖似基督，因為他為了世界曾犧牲了自己，他是天主榮山榮王。願主與你們同在，請舉心向上，請眾感謝主我們的天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我們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能使人得救。我們在這童貞瑪利亞進教之佑的節日上，讚頌你、稱揚你、光榮你。瑪利亞藉着謙遜的服務和聖德的楷模，完全地反映在她的愛內。她更以充滿信德的服務和熱切的愛德，與我們的救主基督的救贖工程相配合。我們在光明中和他聯合在一起，繼續他在教會內的使命，以慈母的救助扶持他那在爭鬥及危險中的子女，一起步往天上的聖城耶路撒冷。為此，我們因着你所賞賜的恩惠，隨同天上地下的一切，同聲歌頌你的光榮，向你詠唱新歌。晚餐後，他同樣拿起杯來，就感謝了，交給他的門徒說：你們大家拿去看，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約之血，將為你們和眾人傾流，以赦免罪惡。你們要這樣做，來紀念我。Amen.
紀念基督的聖死與復活，向你奉獻生命之糧、救恩之杯。感謝你，使我們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們懇求你，使我們分享基督的聖體、聖血，並因聖神合而為一。上主，求你垂憐普世的教會，使你的子民皆同我們的教宗良14世、我們的主教周守仁樞機與所有主教以及全體聖職人員，都在愛德中人趨完善。求你也垂憐為着復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並求你垂憐我們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們得見你聖靈的光輝。求你垂憐我們眾人，使我們得與天主之母同嬰兒的瑪利亞、諸聖宗徒，以及你所喜愛的歷代聖人聖女永生，並使我們藉着你的聖子耶穌基督讚美你顯揚。
請看天主的羔羊，請看長年世進者，愛父獻的人是有福的。我哋天主，你以基督的體血滋養我們，他曾生於童貞瑪利亞的胎中，亦成了復活的新受造物。求你賞賜我們以暫生的生活與他同行，並一起共建天國。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主的聖名是我們的助佑。萬福瑪利亞，天主聖母榮福的精女。全能永生的天主，你因聖神的功能預備了榮福童貞瑪利亞的生靈，使其康文你聖子的宮殿。求你使凡樂意敬禮聖母者，賴他仁慈的轉達，能斷免一切現世罪惡和永遠的喪亡。因我們的主基督，願全能天主聖父、聖子及聖神的國福降臨於你們，並永遠常存。
而家我哋一同頌念向蛇山聖母頌，為中國教會祈禱。至聖童貞瑪利亞，降生之父，又是我們的母親，你在蛇山聖殿被尊稱為進教之人，境外在中國的教會本來願望瞻仰你，今天我們投返你台前，求你回入，請垂顧這天主子民，並以母親關懷帶領他們，走上真理與仁愛的道路，使他們在任何境況下都能成為促進全體人民和諧共處的酵素。你在納匝肋順從主旨，說了是，讓永生天主子在你聖潔的母溝中取得肉軀，使救贖工程從此在歷史中展開。你又切地奉獻自己協助這工程，讓痛苦的利人刺透你的生命，直到最後的重要時刻，在大人的身上十字架下，當你聖子犧牲自己，使世人獲得生命時，你立在他身旁。從那時開始，我一直在信仰中追隨你聖子耶穌，並跟着他背起十字架的人。你以一種讚賞的形式成了他們的母親，希望之母。你在聖週六的黑暗中，仍懷着堅定不移的信心，迎接復活節的黎明，並將這不變的能力賞給你的子女，使他們在任何處境中，即使是最黑暗的時刻，仍能見到天主親臨的標記。聖三聖母，請援助那些在日常勞苦中，亦繼續相信、希望和實踐愛德的中國教友，使他們永不懼怕，向世界宣講耶穌，並在耶穌將前為世界祈禱。你以塑像的形態矗立於蛇山聖殿頂，高舉着愛雙臂的聖子，向世界展示他對世人的深愛。請幫助天主教友製作這大愛的可信見證人，並使他們與教會的磐石不可結合在一起。中國之母、亞洲之母，現在直到永遠，請常為我們祈求。阿們。而家服務人員會燃點各位嘅蠟燭。因父及子及聖神，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萬物的創造者。我信父的唯一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因聖神降人，
由童貞瑪利亞放誕生。他在彼拉多得地時落難，被釘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他下降憂苦，第3日從這一中復活。他升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邊。他要從天降臨，審判生者死者。我信聖神，我信聖天主教會，諸聖的相通，罪惡的赦免，肉身的復活，永恆的生命。阿們。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親子耶穌同受讚頌。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榮福一端，耶穌復活。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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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
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親子耶穌同受讚頌。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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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耶穌同受讚頌。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親子耶穌同受讚頌。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我的耶穌，請寬恕我們的罪過，救我們免地獄的火。求你把眾人的靈魂，特別是那些最需要憐憫的人，領到天國裏。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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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我的耶穌，請寬恕我們的罪過，救我們免於地獄永火。求你把眾人的靈魂，特別是那些最需要你憐憫的靈魂，領到天國裏去。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
天神。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我的耶穌，請寬恕我們的罪，救我們的靈。特別是那些最需要的，領導天國。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我的耶穌，請寬恕我們的罪過，救我們免地獄冥火，求你把眾人的靈魂，特別是那些最需要你憐憫的靈魂，領到天國裏去。聖母進教之佑。